秦始皇嘅一生充滿謎團，由佢嘅出身到統一六國嘅霸業，再到佢求長生、見陵墓。但其實佢一生中最奇幻嘅一次經歷，記載咗喺一本叫《拾遺記》嘅古書裏面。呢次經歷有10米高嘅巨人、潛入深海嘅裸形飛船，仲有會自己發光嘅神石。秦始皇為佢嘅朝代製造咗一種對未知同神力極度渴望嘅氛圍。就喺呢個時候，一批極不尋常嘅使者要求覲見。秦始皇畢生追求嘅就係超乎凡人嘅界限。佢統一空間，消滅咗六國，又想征服時間，渴望獲得長生。而呢班人竟然聲稱自己係從時間開端行過嚟嘅見證者。佢哋掌握嘅唔係疆土，而係宇宙嘅起源呢啲終極知識，簡直擊中咗秦始皇內心最深層嘅慾望。我哋今日會覺得寧波舟似飛碟，現實似新能源。拾遺記對秦始皇時期高科技物品嘅精確描寫，令到呢位秦朝皇帝嘅一生蒙上更多神秘嘅外星文明色彩。我係619，約定你。